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民阿土。观众朋友，伫印度东南边有一个国家叫做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即马强要破产啊！咱看到伊上大的这权国是中国。前2天，斯里兰卡甲中国参详新的行销计划，结果也无足明朗。斯里兰卡是经过什么过程，欠中国遮侪钱，对世界局势有什么影响呢？其中的眉眉角角，咱今日做伙来关心。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吴建中副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前外交官时代力量国际中心刘树杰主任。大家好。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蔡明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斯里兰卡即马拄到的麻烦，拢总有2个涨头，头一个就是疫情影响因的观光的收入无去，第2个就是叫做“一带一路”甲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吼，唔那伫斯里兰卡引起着麻烦哦。伫一带一路的关键国叫做哈萨克，即几冬来嘛有反中的这个暴乱。另外，咱看到东欧的立陶宛嘛伫去年退出一带一路17+1的这个合作计划，甲台湾来交陪。不过，咱看到立陶宛国内吼。有这个亲中的阵营，嘛有反中的阵营，两边在相争，咱台湾夹伫中间。这个问题，咱今日拢要来讨论。即马，咱先来看斯里兰卡甲中国的债务问题，咱到底来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斯里兰卡，初到伫首都科伦坡，甲总理会面。很高兴能够同总理先生见面，这不仅为刚刚获得民族独立解放的我们2个国家打开了友好交往的大门。不过，在中国拜访的同时，斯里兰卡正面临破产危机，受疫情影响，观光收入减少。目前外汇存底只存16亿美金，恐惊今年付1个月进口。英国卫报指出，国内已经出现基本物资欠缺，政府印钱加速通货膨胀。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in establishing normalcy, but we were confident that with support from friendly countries like China, we will be able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soon.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对斯里兰卡贷款总额有33.8亿美金，相当933亿新台币，当中无包含向国有企业的贷款。斯里兰卡总统府发出的声明中讲到，若中国应考虑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同意债务重整，也是真大安慰。I look forward to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with you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被看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斯里兰卡，过去捌向中国贷款14亿美金，改去潜水港，最后煞无法度还贷款，只好伫2017年底，同意将港口使用权租予中国99年。即卖因为疫情冲击加上落入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政府请求债务重整。不过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并无做出回应。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咱看到真正真严重哦！这个斯里兰卡国际的问题，咱来请教吴教授。是，咱看到即个王毅吼，这个来斯里兰卡来庆祝吼2国建交的迄款时间。是。但是咱看斯里兰卡是有准备来的，为什么？伫即个好时机的时阵，甲中国讲啊，咱过去的这债务吼，是毋是会当个定个来？讲一下，是，吼，也就是讲，伫咱过去咱定咧看吼，中国吼为着伊要甲伫国际上甲美国来竞争，所以伊推出伊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是，伫这个战略内底，伊其实甲美国是无啥共款的。有啥无啥共款？头一个，其实咱看到过去美国吼，伊是透过 IMF、World Bank 来发挥伊的影响力，也就是讲，这落后国家内底，伊若要发展，吼，你必须要提出你的计划，要安怎发展。改善啥物物件？但是咱看到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建设来讲的话，拢是先借钱互你，借钱互你了，甲你讲吼，你有需要啥物，
譬如讲，你有需要港口，你有需要机场，为什么？因为你若要发展国家的经济，你就要拼观光，你就要拼发展。所以咱看到讲，中国拢用这种方式吼，借钱互人的办法来拓展伊个人的影响力，先压钱，先压钱。啊，但是吼，这个压钱甲美国做法无啥共款，就是美国拢会要求讲，啊，你要改善这，改善迄，改善迄，比如讲改善民主啊，改善这建设的部分。但是中国做法就是讲啊，你就是钱先摕着了，你来建港口也好，做这基础诶迄个建设，其实到底做啥物物件，其实是拢无啥有迄个约束力的部分。但是这国家借着钱了后，敢会真正去起港口、去机场，当然嘛是会起。但是起的时阵偷工减料啦，也是讲迄款贪污啦，就拢足明显就出来。咱看到是中国替因起吼，中国替因起啊，所以。咱看到个中国是甲因国家内底技术也好，因的科技也好，甲去送出外国内底。然后所以一方面是解决中国家己的迄款就业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当然嘛是伫全世界各个所在来取得伊的影响力的部分。咱看到今日王毅来到这个所在吼，这伊原本是来庆祝斯里兰卡的两国建交，但是咱看斯里兰卡甲讲啊，这过去甲你借遐侪钱吼，但是我即摆还袂出来，咱会是毋是当债务中正？但是咱看到其实伫个新闻内底吼，其实中国是咧宣传啥？伊毋是宣传讲斯里兰卡要破产啊，要债务中正，伊是讲中国要甲斯里兰卡吼做伙来发展一个叫做迄个印度洋岛国的发展论坛，也就是讲中国要招这斯里兰卡做伙过来开发印度洋的部分。啊，为什么要开发印度洋的部分？就是因为中国甲美国过去吼，美国一直有推出一个印太战略。这印太战略内底，印度洋甲太平洋内底，就是要。美国要重返亚洲的时阵，伊就是当发挥伊的影响力。所以咱看到这一带一路当然是中国要去抗衡美国的这个部分。所以咱会当看到，就是讲，下个主持人嘛讲到斯里兰卡这个所在，其实人斯里兰卡因咧想的就是讲，啊，过去甲你借遐侪钱，我即摆还袂出来，啊，到底要安怎？其实透过这个场合来甲伊做一个参详。但是中国咧想的毋是，伊想要搁借搁较侪钱互伊，啊，可能当抽靠较侪转来无。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两个咧想的其实是无啥共款。所以咱看到中国新华社咧报道的时阵是讲，王毅甲迄个斯里兰卡迄款发展吼，要刷来要去开一个叫做印度洋岛国发展论坛，也就是讲要扩展中国伫印度洋的影响力的部分。所以你会当看到，其实中国咧想的就是讲，伊要搁行出去，啊，要透过这一带一路的部分。但是这全世界已经出现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咧反省，就是一带一路会造成债务的问题。也就是讲，即摆有足侪买家吼，就是这国家已经在反悔啊。我国家内底其实无需要起遮侪机场，无需要起遮侪铁路，无需要起遮侪港口。啊，这起来了，爱维修啊。爱保养啊，爱啥物，拢总爱来，这拢爱钱诶。迄个时阵咧起诶时阵拢无想到遮，但是即摆问题种起好了就总来啊。啊，中国甲讲，啊无你招我，啊无你租我，啊无你卖我。所以咱看到讲，中国透过这个部分吼，或者落后诶国家形成一个债务诶危机，这是一个足严重问题。所以讲，这就是一个陷坑咯。对。替观众朋友问者。是。老师拄则讲到美国的手路吼，你爱提出计划，我才互你钱。这敢是咱台湾较早吼接受美元迄个时阵，有一个怀特公司在监督你安怎使用这个美元，敢是安尼的状况？我感觉会当类比啦吼。为什么会当类比？因为对美国来讲，我这钱，我这美金，互这落后的国家去改善伊的，不管是基础的建设也好，还是伊的民生也好，这是拢是足重要。但是你这钱是安怎开去的？这是一个足重要问题，所以咱比如讲，咱亲像迄个过去来讲，美元入来了后，譬如讲，你袂使用伫你去走买武器啊，买其他，你也是改善民生嘛，你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咱看到中国即摆伊借钱或者国家的时阵，拢甲讲，你着爱起高铁啦，吼，你着爱起迄款港口啦，起迄款高速公路，啊，这对这个国家来讲，伊目前上需要、上重要是改善这老百姓的民生。但是伊国家伊即摆起遮侪物件的时阵，伊后壁无
能力会当去维护的时候，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之前马来西亚嘛是同款这个问题啊，因为新选出来就甲讲，即我无准拄成要订个夫妇的订个来，啊中国怎行一条？所以咱看到讲，即届即斯里兰卡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王毅拢无正面的回应，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伊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代志。是。老主任，咱来请教吼，咱看到这个报道内底所讲的，照外交的惯例来看吼，因这个行销的这个协商吼，进展到什么程度？因为我过去伫外交部咧上班，我必须爱来做一个比较。我较早伫有邦交的时候，比如讲我较早伫帛琉吼，是。咱台湾甲即个有邦交的国家，咱虽然讲有甲借钱互因，但是阮其实有一寡原则吼，有3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讲，你的即个目标爱正当，吼。第二个原则就是讲，你的规定爱合法，爱合法，吼。第三个原则就是讲，你执行爱有效。所以，所有咱常常有人咧批评讲是咱台湾这讲这所谓这个支票簿哦 checkbook 的外交，其实这唔是，咱有这3个原则。这3个原则甲咱拄仔咧讨论这个斯里兰卡甲中国都是完全无共，就是讲中国这一带一路就是讲吼，你即马你这个国家你有啥物款的建设，你要去铁路吼，你要去码头，你要去啥物件，无要紧，我钱借你。这钱借你，吼，这贷款是什么款的贷款？是咱咧讲是个 soft loan， 就是讲吼，非常这贷款的利息非常的低，甚至是拢无利息，吼。所以伊互你一个幻想，讲，敢若我甲中国借钱，敢若拢有免还，还是讲这利息拢足低，吼，伊有即个幻想，吼。结果钱愈来愈借，愈借愈多，借到尾，这债务伤过大。你无法度行，就造成咱今日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讲，今日你看到这王毅去迄边，这总统就甲王毅讲，歹势，咱这债务可能无法度行，爱重整。但是我坦白讲对一个国家来讲是足见效的代志，但是伊无法度，伊一定爱甲这个面皮先放落来，伊无法度，伊无法度去行这个效。所以我讲其实真侪国家即摆伫欧洲伫全世界真侪国家对中国这一带一路其实原本是有一寡期待，但是即摆全部即个幻想拢已经破灭啊！莫讲即个斯里兰卡伫欧洲伫中东欧的国家伫即个咱讲波兰、立陶宛、捷克，其实因拢会传讲较早中国讲要借钱互咱去铁路横跨欧亚到这铁路但是这是毋是？一个咱会当去做的代志，看斯里兰卡规个港口，若是处理无好势，反正就变做去互中国用呢。这是一个国耻大辱呢。你一个国家的重要的战略的一个港口，那因为无法度行销，结果变做整个经营权、使用权有可能以后会互中国来使用所以我感觉伫斯里兰卡这个案例全世界拢咧看，我坦白讲，一带一路这个物件，这个战略，伫规个欧洲已经信用破产啦。规个欧洲其实，即摆听到一带一路这4个这个标准肉已经无人咧信赖，因为想讲这袂得，这绝对这个袂当甲中国用这一带一路，无到尾一定是死路一条。是，咱阁请教蔡教授，拄则老主任讲到，这个一带一路伫欧洲的信用已经破产啦。中国自这个2010年代开始发展这个计划，因咧想啥？即摆敢阁行下落？各位观众朋友，若较有印象的话，当初是中国开始咧发展这个一带一路的时阵，其实台湾嘛有足侪人想要去参加的，一直咧呼吁讲咱台湾爱去参加，嘛有足侪世界各个国家拢想要入去参加。但是伫这个一带一路的亲像拄则两位这个专家所讲到的就是讲到底中国去发展的目的是啥货啦伫迄个当时，大家咧讲的一个目的，就是主要伊要甲伊生产上侪遮的物件，不管是钢铁还是水泥遮的物件，会当甲出口去其他遮一带一路的国家。因为伊本来就要做这基础的建设啦嘛，这基础的建设本来就爱用到的这原物料，中国拢有咧生产，而且因生产是伤过济，
收这个路价。对，所以因定义就找到一个出口的所在，会当把这个原物料怎送对这个想要参与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去。是。对这个国家来讲，因当然一开始的时阵会非常的欢迎，因为咱会当看到伫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里面内底所有的这个国家大部分吼，拢毋是讲真好语啊。较好语的像马来西亚，伊算较好语啊。是。但是就算是这个马来西亚，伫这个马哈蒂甲拄啊上台的时阵，伊嘛是着先甲伊东海湾的铁路参中国合作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先甲迄个终止。啊，终止以后，因甲定讲了对160几亿，直接抬落来到107亿遐。是。也就是讲，对马来西亚来讲，因嘛是感觉因当初的评估伤过乐观啊，因无法度即个负担遮大的即个负债，所以因甲规个负债总啊甲降落来。是。啊，你若讲到即个斯里兰卡的话，对着即个斯里兰卡，伊是一个经济体真细的国家啦。啊，伊主要的收入来源嘛是，依靠着即个观光的收入嘛。啊，伫即个疫情之下，当然伊即个观光的主要收入就算无伊啊嘛。对。啊，对中国来讲，伊主要目的，伊就是要甲伊遮的生产伤济物件，怎甲送互出去。是。伊无要管你讲你到底有需要无，所以你若家己的国家家己无想得清楚的话，你会一开始就感觉讲，你要合我的，你要参我合作的，我拢答应。但是你拢答应的，比如讲咱以斯里兰卡来讲的话，伊若是以观光为主，当然港口啦，还是讲即个机场啊，哦，这拢足重要，无毋对。但是其实上重要就是讲，你的机场飞机若当安全降落就好啊。上重要是讲，你有法度甲你的观光的环境吼，甲用好无？甲你的卫生环境甲用好无？我感觉这是对真侪观光客来讲，还是你要甲创造较悬的观光的价值的即个所在来讲，伊是较重要的。是。但是你若要去做遮油的物件，凡是对中国来讲，伊无法度去帮你做遮油。伊要做，伊就是港口啊，伊就是铁路啊。这上粗上好做的，伊毋是油路的，这上粗路，伊上好做的，伊就会当甲伊的钢铁啊，甲伊的这水泥啊，拢会当真顺利甲消化掉。哦，这本来就是伊加出来物件，对伊来讲，你就是一定会欠我的。是。啊，我这物件讲是较歹听，这钱收袂倒来，对中国来讲嘛无差，因为这物件本来就是伊生产伤济物件。哦。所以伊用互你，伊颠倒，才会当换一寡效务倒来，伊会当，你有一寡即个效务伫伊的手头，到时阵的话，你就像斯里兰卡，你要甲伊的港口啊，甲伊的什物基础的建设，爱交互中国去用，因为你无钱通去用我，你就爱摕你国家的物件来参我赌嘛，对无？你比如讲，咱若参伊朗即个贸易的话，伊朗若无钱的话，伊就摕石油参你赌嘛。是。啊，你若参斯里兰卡，伊甲你借钱，啊伊无钱互你用，啊无要安怎？是。人马减减啊，我就摕我国家有的财产，互你赌啊，先借你，先租你。但是大家一定会做好奇的，就是讲对着斯里兰卡这种的国家来讲，你明明你无需要遐大规模的这个基础的建设，想啊你会去答应？所以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私人的利益参国家的利益是毋是有相共？私人的利益就是讲斯里兰卡家己这个当地政府因的利益参。整个的这个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利益是毋是有一致？是。伊若无一致的话，当然咱就看到讲啊，明明的中国伊要帮你起的这一带一路的这计划，拢毋是你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啥你甲要起？但是对着伊当地这个政党来讲，凡是因的政党的利益，伊是靠利益的。哦。所以就造成咱即摆看到这个真无好的这个现象。是。咱个请教蔡教授，你。经济你是在行的啊，安尼咱来看斯里兰卡吼，伊欠中国的这个销额是占伊的外债10%，另外即马因的外汇存底剩15亿，观众朋友咱唔通掠做这足济，这款的金额吼，这个当进口敢若会使当1个月尔，啊一个国家破产了后会产生什么款的状况？蔡教授？一个国家若破产的话，其实对着这个当咧发展中的国家，还是讲发展较无遐进步的国家来讲，其实外汇对因来讲是足重要的啦。哦，大家若有讲，比如讲你若去印度佚佗，印度的人嘛是足重视这个外汇。是。外汇重要伫对，因为一个发展无好的国家，伊啥物拢欠。是。伊家己本身的国家就无这物件，所以伊要
使用任何物件，拢爱对外国来进口。是，伊若要对外国来进口，伊就一定爱摕国际大家会当接受的即个即个迄个钱来甲大家买嘛。所以美金是上重要。啊，伊若外汇一直无伊，当然你就会当看到讲伊的即个要进口一寡较先进的即个设备，还是要甲外国人买一寡物件，就无法度买啊。是。所以对着整个的国家来讲，当然是会真会当讲是真歹的啦。伊的经济就会受到足大的影响的。啊，还有另外一个较重要就是讲，你的外汇若歹的话，你整个的国人若歹，你咧买任何的物件，你变成你有可能你就要印足济你家己的即个银票吼去参人换，啊，到时阵你整个国家内底物价会起啊足紧的。是。啊，所以人民就会挡袂掉，人民挡袂掉，规个政府就会开始乱，规个社会开始乱。是。好，所以咱看到讲伊的外汇咧减。其实有足济产生足济无好问题的国家，一开始拢是外汇减有够济。外汇只要一减的话，这个国家的国力就一定会退后到紧。所以会当讲伫这个1997年吼，亚洲的金融风暴以后吼，足济这个发展中的国家，因拢总重视讲安怎去累积因的外汇。哦。其实过去咱台湾伫开始咧发展的时候，咱嘛是会想要讲累积较济外汇，因为外汇。就是你会当甲别人买物件，甲先进的国家买物件上重要的即个本啊，啊你的本拢无伊啊，你是要哪才能竞争？是，吴教授拄则你讲到讲，即个港口吼，去互中国摕去，即马爱租中国99栋嘛吼。另外，咱嘛看到斯里兰卡因的一个机场吼，即个即马管理权是印度。也是讲伊家己的所在，吼港口是中国在管，机场是印度在管，这款的状况是安怎做成的？是，咱其实吼，咱看到的是讲，伫斯里兰卡这个国家吼，其实伊真趣味，这个港口部分是伫这个所在，啊机场伫这个所在。其实咱看到吼，这个部分，咱爱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是安怎？其实伊伫过去吼，伊伫英国这面的时阵，迄个时阵伊国家内底其实有两种色的，头一种就是杰罗森人，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塔米尔之虎，吼，这两部分，塔米尔之虎人较少，大概30%，但是迄个杰森罗人较济70%，在70%内底，其实伊互30%人统治，一定是感觉无啥会当接受。啊，但是英国离开了后，咱看到杰森罗人伊变做是人较济嘛，啊，但是伊迄个时阵，因为伊的影响力虽然是人较济，但是伊拍袂赢迄个塔米尔之虎，所以迄个时阵就变做讲，因内有伊国内有一个内战的部分，啊，但是迄个时阵上重要就是印度在支持吼，支持这个国家，因为咱看到吼，这个斯里兰卡这个所在，其实迄个印度啊，伫这边啊，啊，但是新加坡伫这个所在，所以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迄款所在。但是上重要就是讲，印度要发现伊的影响力，但是斯里兰卡的人因想要独立嘛，所以伊就想要讲，看会当安怎会当把印度力量赶出去。所以迄个时阵中国就来，中国就甲斗相共，因为迄个时阵塔米尔之虎吼，因为伊这是拢用恐怖主义在做这件代志，啊，所以国际嘛无法度甲伊伤济支持啦，啊，所以尤其吼塔米尔之虎尾啊去甲迄个印度的迄款总理甲崩啊死了，全规个伫迄个斯里兰卡内底吼，甲印度内底就发生足激烈的迄款内斗的迄个部分，所以你看到是其实就是讲，是安怎中国要伫即个所在插旗，因为伊拄好伫印度边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啊，尤其吼，咱看到过去东南亚内底，这新加坡有订到一个迄个马六甲海峡这个部分，所以你看到讲，这个所在当然是真重要的部分，但是伊重要，只摆除了印度这个关键的力量以外，其实咱主持人有看到边仔是印度洋，啊边仔靠较远一块是太平洋，美国有提出一个印太战略的部分啊，所以要安怎反制这个印太战略，这就是斯里兰卡。伊为什么重要的所在？所以中国一定要摕这个所在。虽然伊有足侪债务，有足侪钱可能还袂出来，但是你看即届王毅，
就好说，要来甲伊合作，要合作啥？即印度这岛国吼，要安怎发展一个论坛。所以咱看到这个做法，其实就甲太平洋有一寡岛国吼，咱较早有一寡岛国嘛叫中国掠去，掠做因的外交，其实是共款的迄款想法。遐遐尼远、遐尼细国家，想到中国要有重要，因为迄是一个战略迄款所在，所以一定要甲绑起来。所以咱看到讲，虽然讲这个国家离咱是足远的，但是这伫国际迄款地缘政治内底来讲，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位置。所以即摆迄款斯里兰卡破产了后，其实国际嘛在看伊的后一步。中国要伫即个所在来发挥伊的影响力，是不是？对于这债务到底会安怎看，会安怎行，会安怎做？这大概是咱爱观察的重点。咱敢会使讲中国的一带一路伫这个欧亚大陆吼，行无啥会通，不过伫海陆伫海路吼。小可有成功呢，敢会使安尼讲？咱应该是讲，过去吼是真正是寸草不生，一路安尼杀过吼，拢总无任何国家吼会当讲拒绝这种利益啊。是。包括咱过去咱台湾嘛，足侪人讲，咱爱加入迄个亚投行，爱加入这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内底，咱因做迄款硬体的部分，咱会当做软体啊。因去高速公路，咱会当去经营迄个高速公路的休息站啊。啊，迄个时阵足侪人在讲啊，讲台湾伊个较紧加入的，抑搁好迄个时阵无加入，抑搁坚持到即摆无加入，啊无即摆发现这债务危机的时阵，你这钱借出去还袂回来。啊，这咱台湾家己就出问题，所以咱讲啊，方向啦掠无照的时阵，迄问题就真正足侪。迄个时阵就敢若都有人愿意借钱，愿意安尼来甲这国家甲白做伙。迄个时阵嘛，足侪人讲啊，台湾应该去参加，抑搁好，咱选民就有智慧的，无接受这种迄款政策的部分。所以吼，这一带一路的部分是看得到。但是食袂到，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观众朋友真正是好佳哉吼！即马一带一路伫欧洲嘛制造足侪问题，哈萨克都是一个例。咱即马斗阵来看。联邦警察持续发射催泪瓦斯甲震撼弹，想要赶走伫上大城市阿拉木图的抗争民众。因为不满哈萨克政府宣布，为2022年元旦开始，要将民生必需品的液化石油气价格调悬一倍，为原本每公升60哈萨克币调悬到120，大阵民众感觉生活会真受影响。所以，为西部山油区的曼吉斯套州一直串联到经济首都阿拉木图，上街民众想要走入市长办公室，警方开始大规模掠人。因为掌权挖近30年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大汉查某囝都是嫁予天然气公司的执行长，民众批评哈萨克官方完全无顾百姓生活，毋但要求政府袂使起价，佮要将液化石油气调降到每公升50块，也不满政治经济拢控制伫古势力的手头。现任总统托卡耶夫测试呼吁民众冷静，也批准内阁请辞，佮同意调降液化石油气的价格。不过，为了防止进一步动乱，也宣布7月开始，阿拉木图甲曼吉斯套州进入紧急状态2礼拜，佮实施宵禁。哈萨克长期一党控制，准讲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因为2019年请辞，2020年总统大选无反对党参选，互伊指定的托卡耶夫顺利当选。81岁的纳扎尔巴耶夫即马还阁担任国安会主席，伫幕后控制政局。这届表面上是不满人员继续调悬，不过背后稳重少年人对哈萨克旧政治的控诉。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观众朋友，咱来看哈萨克发生暴动，这个中国的国家主席表示讲，伊支持哈萨克的政府来镇压这个暴动，伫外交的恫吓，安尼讲产生什么款的这个信息？老主任。其实即马全世界拢咧观察讲，即个中国其实对其他国家的内政，敢会去介入吼，所以伫哈萨克其实咱大家拢咧观察，好因为哈萨克过去因为伊甲中国甲新疆是接壤，所以讲即马伫哈萨克是发生讲为
1991年以来吼，因国内上界大即个动乱，所以对中国来讲，哈萨克动乱绝对是无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你就看到讲，伊就是希望讲会当派兵来介入这个哈萨克过来这个动乱，但是这个动作其实包括美国吼，包括咱其他的国家，其实拢咧观察。我必须要讲，就是讲吼，中国去扩大伊的影响力，吼，去介入他国的内政，这件代志其实伫即马全世界是足敏感的代志。所以我的看法是安尼，就是讲美国绝对是袂讲就赞成吼。咱拄仔头一趴有去讲着讲是安那伫迄个斯里兰卡。这个白象这个物件，这个白象这个建设会足敏感，迄就是因为讲白象是因为斯里兰卡国内上界重要这个经济是观光甲旅游吼，啊观光甲旅游过去是有真侪这个旅客拢是为中国来，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其实斯里兰卡的经济是去互中共去控制吼。我过去伫帛琉咧服务的时阵吼。帛琉全国的这个旅客嘛是有一半是为中国来，但是迄当时吼，就是帛琉的总统伊就讲吼，虽然阮全国有一半的旅客的观光客是为中国来，但是阮袂因为讲阮有一半的人客，即观光客是为中国来吼，阮就去向中国来低头，伊嘛是选择甲台湾来做朋友，啊，所以。帛琉都有这款的智慧，是安斯里兰卡都无这个智慧，所以我是感觉讲，不管斯里兰卡，还是讲咱即摆讲哈萨克吼，一个国家绝对袂当互中国来介入因家己国家的内政，这是非常重要的代志。是，拄则老主任讲到这款的白象的工程，意思就是讲，这个工程足贵，不过伊的效益无悬啦。所以你钱开落无效果，咱即马来请教蔡教授，咱讲到这个哈萨克，即马拢有这个反中的这个暴动吼，因为这天然气来起价，啊，这款的这个经济状况，甲斯里兰卡敢有共款？因的经济状况参斯里兰卡当然毋是真相共啦吼，因为上无伊较有真济石油啊，较有天然气会当卖吼。是，但是。对着讲加入这个“一带一路”的国家，你若对结果来讲，其实拢是差不多的。就是讲，啥哪这个国家会想要去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身讲较坦白的，这国家本身就无遐好去啊。本地体质就无好，遐有钱啊。啊，伊即马中国要来甲招，伊当然嘛好啊。讲较坦白的，反正伊嘛一开始就无啥想要还钱啊，因为根本就无能力通还钱嘛。对中国来讲，伊嘛知影。我无相信讲中国以一个经济体已经遮大的国家，伊毋知影伊去吸引的这“一带一路”的国家，伊无才调通行遐效务。也就是讲，伊一开始就知影你无法度行啊。是。所以伊一开始伊就知影讲，你这个国家有啥物较值钱的物件会当互伊。所以伊较会去参你往来。今日若一个国家，伊的国家无任何有值钱的物件会当互你，伊嘛无钱，啥你会去参伊往来？这是较悬的思考，这是一开始咱就会当想较清楚的。所以对着这国家来讲，当然像哈萨克这个国家，伊即马面对的足大的问题，就是讲天然气伫这段时间吼，因为价格一直咧起，伊整个国家这个物价就开始咧起。所以你若要讲参斯里兰卡有啥物较相关的所在，就是讲拄则主持人有讲着讲外汇一直咧减吼。因若无钱通去买这物件，啊，国家的物价因若甲挡袂掉的话，价钱拢一直起的话，这就是人民上烦恼的啦。因为大部分这个国家因的人民其实拢毋是做好去啊。所以因对着物价会足敏感的。物价只要若一波动的话，你若政府甲无要去甲这个物价好好甲伊压好调，就是讲用一寡政策，甲这个物价会当互大家讲较好过。互基层的人民较好过话，这人民当然反。咱会当来看咱台湾就好，咱台湾参这国家比起来，咱是比因加足有钱，产业加足健康的国家。是，咱台湾的政府，咱看到物价咧起的时阵，咱嘛是讲尽量会当甲人民斗相共，咱嘛是互这物价会当较平稳的。政府会当吸收的，政府尽量来吸收。是，但是这国家伊本身就无钱啊。所以伊要吸收，伊可能嘛无迄个能力。
但是你若讲哈萨克伊家己有天然气的话，伊若有法度减的话，伊早就应该减落来。伊无应该甲即个天然气的计数，互伊安尼一直飙悬。但是伊会安尼做，嘛是因为遮个国家伊可能某种程度是较独裁的。哦，虽然讲伊已经讲毋是像较早即个共产党的时代啊，但是伊嘛是一定就是讲相对较独裁，无可能讲一个已经遐关联的总统吼，过去的总统，有法度徛伫国安会遐重要的位置啦。这是无啥可能的啦。所以即个国家因有家己身体的限制，甲加上因家己本身的经济就无好，所以伫即个情形下，对着真侪少年仔，伊已经看袂到希望啊，看袂到希望，我上无我就是参伫政府边啊，所以因就会行街头啊，就会开始暴乱啊，暴乱，即个政府伊若无爱都好好啊来参即个少年仔，好好啊来谈判的话，伊家己有遮济即个原物料会当出口，伊若无爱好好啊把握的话，当然规个社会就会开始动乱，到尾就会压袂掉。蔡教授，你的意思就是讲，中国自开始就掠准你有即个哈萨克有天然气吼，你若小型卖出来，你就摕天然气来甲换，敢是安尼？对啊，像哈萨克伊就是家己有天然气啊，对无？啊，像斯里兰卡的拄则像吴教授有讲到，伊就讲伊有这港口的这个位置真重要啊。对，伊拢有路用的所在，只是讲对斯里兰卡来讲，伊毋是遐重要。但是对你这个物件若放伫中国的手头，伊就做好用的啊。天然气对着哈萨克来讲，伊可能感觉讲还好啊，伊的位置感觉来讲嘛还好。但是你若伫中国的手头，伊会当做的代志就继续无共的。是，共款的物件伫无共的国家的手头，伊会当做出来的效应会差足济。是，观众朋友，咱看到这个中国有介入哈萨克内政的这款的问题，不过拄则讲到全世界拢目睭金金在看中国。咱知影哈萨克这个国家较早甲这个罗西亚有来往有交叉吼，罗西亚敢会互中国安尼对这个哈萨克起骹动手咧？咱看到苏联解体了，其实因这国家吼，其实解体了，其实因的经济拢无讲介好，这是头一个部分。但是哈萨克吼，其实这国家内底算经济也佫比较起来是也佫袂歹的所在，因为伊有石油，伊有天然气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即届吼，因为伊起价啊，起价的部分就是原本3块，甲起做6块的部分。啊，迄个时阵咱看到即摆天气等咧变寒嘛吼，这2天台湾嘛是天气咧变热，中国啊、东欧这国家拢有需要天然气的部分，所以这个时阵起价，当然伊有想到是讲啊，这卖出的时阵价钱会当较好一寡，但是伊袂记一件代志，共款咧卖天然气，也有一个国家叫俄罗斯啊，俄罗斯嘛是卖天然气的这个国家，但是咱看到的是讲，其实伫俄罗斯内底，其实伊到底是安怎看这个所在？因为咱过去吼，苏联解体了，即东欧的国家、中亚的这个所在，其实吼过去伫迄个9·11恐怖攻击事件了，其实咱看到就是讲美国伫这个所在伫做反恐的这个部分，所以伊甲中国有这个合作吼，比如讲迄个时阵对于这恐怖主义来讲，必须要有一个做法。啊，所以伊会当起一个目标，比一个目标。但是颠倒过来，因为即摆伫去年，美国决定讲要为阿富汗撤军了后，这个所在就变做一个空城的所在。啊，这个空城的所在内底，其实咱看到过去，因为美国有这个势力伫这个所在，所以俄罗斯小可提出来。啊，中国伫这个所在，伊就伫这个国际迄款大细国内底，伊就拄在存人手内部分。上重要就是讲，伊其实甲斯里兰卡有啥物共款的所在？伊共款伫这个所在，伫施展伊的影响力。吼，譬如讲2019年了后，其实这个哈萨克就出现足侪反中的这抗议的事件。为什么要反中？头一个，中国要伫这斯里兰卡啊，要伫哈萨克这个所在要起工厂啊，要起啥物物件？迄哈萨克遮尔有钱，但是这中国嘛要伫因遐要起工厂啊，起啥物？讲2019年的时阵，讲要起55个工厂，但是这个消息一放出了，迄哈萨克政府虽好人，但是迄路头有足侪个抗争的事件。但是咱虽然是安尼看吼，其实为什么哈萨克会受到影响遮尔济？其实咱看斯里兰卡有一个港口，
这科伦坡港，但是伫哈萨克共款有一个无水港吼。咱过去咱看到中国吼，想要甲伊的货物吼卖去欧洲，就是爱透过迄款中欧专列甲卖去欧洲。哈萨克有一个足大叫做霍尔斯果斯港吼，这个港口其实伊毋是港口，伊是一个布花，伊是一个口花的部分。你货物要过的时候，就爱伫遐少停留者。所以你看到这个无水港吼，其实伊的影响力是足大。所以中国伫这个所在，共款伊嘛是透过伊的一带一路伫遐兴建这个口花，然后来甲伊的中国的物件卖去欧洲各国。所以咱看足侪就为温州啊，一个中欧专列啊，千几节安尼一个安尼驶过，就敢若卖足侪物件过去。但是咱看到讲欧洲这边敢有物件卖转来。这是其实咱看到这哈萨克足侪少年就是感觉讲，我只去工厂，你劳工你家己炸快，安尼我到底我要赚啥物物件？所以其实伫哈萨克伫中亚五国内底，其实美国个中国是有做一个上海合作组织啊，伊用各界组织吼，伫换这个中亚这个所在，但是这个换到底有效无效？其实咱看到吼。包括咱看到迄新疆棉的时阵，就是中国甲中亚五国是有足大迄款冲突的。为什么？因为迄款新疆棉的时阵，其实大家外国拢在看，恁遐有迄款集中营无？集中营内底嘛关足侪哈萨克人，所以咱看到讲，其实中国吼甲哈萨克的关系是讲无啥会清楚，到底是啥物情形？所以咱看到像咱哈萨克内乱的时阵，中国要介入。就是伊嘛是惊嘛，惊这哈萨克的人，因为哈萨克人甲迄个新疆这个所在，其实因拢是突厥，吼，拢是都共一个迄款语系的国家，所以咱看到讲，虽然讲即摆是切做无共款的国家，切做无共款的所在，但是因的民族是接近的，拢是突厥嘛，所以咱看到讲，伫中国伫这所在，伊想要发现伊影响力，但是过去有美国。伫遐，搁较进前嘛有迄款苏联伫遐，即摆即个中亚即个所在，其实咱看到是讲，俄罗斯其实伊嘛想要伫遮发现伊的影响力，尤其最近俄罗斯甲迄款乌克兰的事件，其实咱看到了这竞争是足激烈，所以中国要介入这一带一路的部分来讲，若是这苏联的力量、这俄罗斯的力量，搁中国转来时候，伊的这一带一路吼，可能会较行袂出去。拄则讲到甲亚洲甲欧洲连起来，这个无水港，即马中国敢有控制？即马伊控制，即马伊控制这个无水港的所在，所以咱看到讲，伊拢是掠即款人的阿妈棍吼，你倒位重要，伊就掠啥物所在，伊就先透过投资，透过这借你钱，互你去这商铺也好，这机场也好，这港口也好。这个霍尔斯港就是这个部分，虽然一个霍尔斯港，但是其实伊是一个无水港，因为你知哈萨克是一个内陆的国家，根本伊唔是无港口，但是伊就是一个靠岸的一种概念。你啥物欧洲的货物要经过要卖来中国，中国货物要过欧洲，就是要经过这个港。通路的总军头底下。对。是，那主任安尼，咱来请教，即马既然讲。有一个无水港去互中国控制，伫中亚甲欧洲这个国际局势，即马是安怎呢？其实咱看整个盘吼，也是爱看较大即个美国甲苏联吼，甲 Russia 啦，甲 Russia 这两个阵营咧迄个，因为这边哈萨克是发生一个真大的动乱，美国伊上界关心的，伊上界不满的就是讲，啥啊哈萨克过来即个动乱是。看到这苏联所带领这个维和部队入去哈萨克的国内去定嘛，这是美国非常关心的，因为苏联 Russia 背后是啥，就是中国，所以 Russia 甲中国徛一边，另外一边就是美国，所以美国上我爱看到就是讲，这个苏联即 Russia 甲中国做伙来合作来控制这个哈萨克，所以我。看这整个盘就是讲，你现在看到是讲，伫哈萨克国内，因人民有伫遐抗议。咱拄仔我嘛看到伊顶悬写讲，因讲爱民主，要反贪污，就是讲因家己的人民嘛无爱看到讲因家己的国家，像过去伫咱讲1989年这个中国64天安门事件共款，因无爱因家己国家变做
中国，所以伊嘛是希望讲因的国家会当民主，莫个贪污。所以即摆就是爱讲看未来中国还是讲 Russia。因两个国家伫哈萨克是毋是阁有其他的动作吼？因为咱即摆咧讲即个地步，其实吼差不多就是即摆即个时阵吼，美国的即个副国务卿 Sherman 吼，甲即个 Russia 即个副外交部长，当然有一个 meeting， 有一个会谈，吼，就是即个等东西，就是即摆即个时阵吼，一个美俄副外长的即个 meeting 吼，啊，伫即个会谈吼，其实 Sherman 即个美国即个副国务卿，伊就是有一个声明，伊就是讲吼，阮美国足关心吼，即摆不管是伫乌克兰，还是伫哈萨克即个情势，所以你唔通乱来，因为阮拢咧看，所以不管是北约，还是讲美国，还是欧盟，因都是爱有一个讯息要送互即个 Russia 甲中国讲。阮才是老大，你毋是老大。不管恁伫哈萨克，还是讲伫乌克兰要做什么代志，阮其实拢来看。是，咱拄则讲到吼，即个立陶宛嘛是脱离“一带一路”即个计划，来甲台湾咧做交配。不过咱看到立陶宛的总统吼，伊有讲设立即个台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啊，伊是安怎安尼讲呢？吴教授是。咱看到吼，其实有人讲立陶宛是毋是咧抢北面甲欧面即件代志？是。但是其实咱看到讲，伊是立陶宛伫过去内底因反共产的即种想法吼，是已经是足久的一款历史。为什么？因为过去吼，伫迄款苏联的时代内底，受到共产国家的迄种欺压，其实互因就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国家有足大的反弹，尤其是吼，伫中国拢讲了足水气的，但是做的其实无啥啊，所以咱看到讲讲的规本机啊，但是做一汤匙的部分，所以你会看到讲，这立陶宛因是已经对这共产党是足失望的部分，这是头一个。但是第二个，咱看到其实伊毋是讲失望尔。但是伊对民主的追求顶头吼，其实因是一个民主转型的国家。而且立陶宛内底，其实伊是一个甲台湾有一寡共款，因有一个总统嘛，有一个总理。但是主要伫立陶宛即摆在执政是总理的即个执政联盟。所以咱看到讲伊即个总统出来讲即个话，当然是希望吼，因立陶宛内底亲中的即个势力会当顶过吼，搁集结。但是即摆目前。不管是立陶宛也好，还是国际哈，反共产、反中的这款迄款想法，拢已经觉醒过来，这是无啥物选票。但是咱看到立陶宛的总统安尼讲的时阵，中国足欢喜的，看到立陶宛敢若要认错，吼，伊用认错这两字。所以等于讲，伊的这种讲法的时阵，其实对中国翻译来讲，伊是感觉讲，敢若扣着钱共款这。但是咱实际来讲吼，其实立陶宛安尼做了后，其实互足侪国家吼嘛清楚看到，迄中国迄战狼外交吼是安尼足歹无毋对，但是因其实会当做的、会当制裁，其实并无济。尤其是立陶宛安尼做了后，甲台湾的外交关系，甲台湾的实际迄经济发展开始慢慢的提升。这个示范的效果会愈来愈明显无？这是外部一直咧看，但是问题是，即摆中国吼，伊面子下真大嘛，因为这立陶宛对于中国的这个，无咧惊，无咧惊，准拄煞佮继续甲台湾的关系都是愈来愈好，愈来愈密。尤其是美国嘛支持这款的做法。未来这种多米诺的效应，若是佮继续落去的时阵，是毋是会产生？对中国来讲，伊个民主会更加挂袂掉。所以咱看到讲，其实民主的国家内底，大家拢会在发言，大家拢会当有多元的意见。但是立陶宛的总统安尼讲了后，其实伫因国内市场内底是无啥物市场的。但是伫中国的市场内底吼，伫中国的迄款官媒内底，其实是。得到足大肯定，但是后壁来讲，其实伊的意思毋是讲伊安尼做是错哦，伊是讲是毋是爱搁加想一寡，但是想一寡伊是部分有想搁较好的，嘛有想搁较歹，但是中国就甲讲说这因就是认错这部分，我是感觉这是中国错误的解读。而且总统搁较无力头，对无？对。
蔡教授，咱来请教吼，这立陶宛甲台湾咧交配啊，嘛有这个经济合作计划，咱台湾即马嘛有要去立陶宛投资吼，即款的国际合作这个代志吼，咱台湾应该着靠什么款的所在吼，也是咱的优势来吸引东欧的国家以及其他的这个国家咧？我感觉咱要开始讲要哪去吸引这东欧的国家的时阵，其实咱会看到立陶宛参澳洲吼，因为一个足共同的现象，就是讲澳洲过去是红酒要卖去中国，去互中国用足悬的关税甲拒绝。是。啊，但是即个立陶宛，因是因的莱姆酒，即马要运去中国的时阵，伊无法度入去，伊无法甲买，变成咱台湾分酒公司出来甲买起来。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国家嘛毋是这个国家尔，过去咱拢咧讲台湾的经济伤过依赖中国。但是伫美中的贸易冲突以后，咱会当看到讲，包含美国在内，足侪国家的经济其实拢做依赖中国的。哦，是。所以伫即个部分来讲，即马大家开始知影讲，中国拢用经济手段来做伊政治的目的的时阵，大家开始想要减少参中国的往来。我想立陶宛就是伫即个情形下开始想要慢慢参中国讲，大家切较远的。是。啊，你讲即马咱台湾有啥物机会咧？咱台湾的机会就是讲，看立陶宛有啥物需求嘛。咱来参即个过去即个中国较无共，就是讲立陶宛因为一寡产业，比如讲因的农业，还是因一寡较轻工业，因若较有优势的部分，会当互咱台湾较早即个厂商有法度过无？是。你要讲，当然即马大家拢最想要发展即个半导体的啦，吼，像台积电即个晶片的物件，但是。对着立陶宛的这个国家来讲，因的经济体系相当细，伊一件要投资迄几百亿的，甚至上千亿的设备落去，对因来讲会是一种负担。袂好，会当讲是袂好啦。啊，但是对因来讲，伊会感觉讲，即马大家咱也拢足重视即个物件，咱应该会当参与来做。但是我感觉一开始咱要参与开始交流的时阵，咱会当比如讲像观光啊。过去大家可能较少去东欧这个国家咧佚佗嘛，咱会当甲咱的这个观光客会当刷去东欧啊，咱会当参东欧这个学生啊，参东欧这个人民会当有较侪交流，互这个人会当来咱台湾佚佗啊。这是一种较大家会当讲对透过这个观光来这个交流的部分。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工业啦吼。工业话像东欧，其实咱台湾嘛有一寡厂已经拢有伫东欧啊，但是咱台湾遐东欧的厂其实有足侪拢是较早一寡先进国家日本也好啊，美国也好，因遮像索尼啊，还是 Panasonic， 因较早伫遐咧做的厂，因要淘汰，啊，咱台湾的厂商去遐接起来。哦，所以其实咱会当看中国伫遐吼，因有啥物厂慢慢要退掉的，台湾有优势，咱会当去参与合作啦。是。啊，当然你要讲安怎合作较好，咱大家好好啊去检验讲，这个国家到底有啥物物件会当参咱台湾会当合作的，唔通讲咱有一寡啥物物件都会当直接杀过，我感觉迄是无啥可能的啦。但是我感觉一个上重要的，我拄则讲就是讲，爱互这个国家爱慢慢啊知影讲。经济伤过依赖中国，但所产生的这个歹处是啥物？这是咱台湾有真侪经验的，嘛会当互因知影的。啊，到底咱台湾是慢慢啊安怎慢慢啊转型过来？其实咱无一定讲咱一定爱去参咱交换利益，咱会当甲咱过去所受到的这个作物经验，互因知影，啊，互因毋免惊吓。我感觉这是嘛是咱台湾伫民主上会当有足大的一个贡献。是，老主任。咱看到立陶宛的总统安尼讲吼，讲这是一个错误。啊，伊安尼讲了后，这个咱即马伫立陶宛的这个台湾代表处吼，敢会发生就是别个国家会来对讲，咱来安尼做，敢有即款的可能？因为即摆大家都在观察讲，到底咱伫立陶宛即个首都设即个处吼，即个台湾代表处吼。敢会改名，因为即摆原本是用台湾needs字嘛，吼。咱看到即立陶宛总统，伊伫前几天有发推特吼，就是讲伊支持甲台北，伊毋是用台湾哦，伊是用台北即个字吼，伊支持甲台北吼来发展即个非官方吼诶关系啊。所以即摆后一步就是咧观察讲，到底立陶宛敢会改变因原本的想法哈，就是咱多老师咧讲诶。
立台湾是较接近即个所谓半总统制啦吼，因为总统是 oversee 是有监督即个外交甲国防即个政策吼，但是因的即个政府的首长吼，即讲 head of government， 伊其实是总理吼，总理下骹有外交部长，所以即摆总统就是讲外交部长甲国会。甲总理拢做挺台湾的，但是因的即个制度顶头，即个总统就是有权来监督即个外交甲国安即个总统，吼，伊其实算讲较轻松，伊是有无共款的看法，到底是要听啥的？这是咱即马咧观察的重点吼。这两天吼，其实即个总统吼，伫英国来去互骂到臭头啦，吼，有一个立台湾的议员吼，伊就叫做即个Dovia。沙克兰吼，伊是立台湾的议员吼，伊伫伊的推特顶头，伊就写讲吼，伊即个账户吼被中国封锁，伊就讲吼，若是立台湾的政府尾啊，上尾决定讲要改名，伊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绝对袂当改名。所以你来看见讲，立台湾的国会是对台湾非常的支持，我个人嘛是足有信心，就是讲咱伫立台湾的首都即个错，即个名会改变。